大家知唔知重組膠原蛋白呢個市場去到2027年可以衝破1000億大關？今日主角巨子生物旗下可復美同可麗金一直穩坐龍頭位置，但點解淨利率一路跌，銷售費用率仲飆升到4成3.4？公司現金儲備跌咗2成，究竟係策略陣痛定係結構性隱憂？股價29.3蚊，同大行目標價45蚊之間，差距背後又反映咩玄機？今集我哋由行業前景、產品競爭力、財務健康到估值水平，一次過為大家拆解晒巨子生物嘅投資價值，仲有機構投資者最關心嘅醫美新賽道發展，究竟係轉型契機，定係後發追趕嘅隱憂？想知答案就千祈唔好轉台，一齊睇晒今集 AI 財演。各位觀眾，我哋 AI 財演一直致力為大家深入研究上市公司健康狀況，但有時短短10幾分鐘嘅討論未必可以涵蓋晒所有財務指標。為咗令到投資者有更全面、清晰嘅視野，我哋最近推出咗個會員專享嘅研究報告數據庫，一站式記錄低所有我哋研究過嘅股份，仲有埋互動圖表，方便投資者隨時都可以睇返自己揸住嘅股票。只要你免費登記咗成為 Patreon 會員，進入 Patreon 後再免費 follow 埋 AI 財演嘅 channel， 就可以去我哋個網站登入。所有連結已經放咗響影片下面嘅資訊欄。而家即刻登記，費用暫時都仲係全免，但呢項服務遲下可能就要收費，趁住而家1蚊都唔使俾，記得快啲登記咗先啦。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AI 財演。今日我哋要探討嘅係巨子生物，佢係內地重組膠原蛋白龍頭企業，旗下有可復美同可麗金兩大品牌，喺功效性、護膚品同醫用敷料市場分別排名第1同第2，近期更積極拓展醫美注射賽道。究竟呢間公司未來發展前景同投資價值又點呢？我哋即刻請 Bonnie 由行業前景角度同大家分析下。講到重組膠原蛋白呢個行業，我覺得可以用高速公路轉彎嚟形容巨子生物依家嘅狀態。先講下大環境，佛若斯特沙利文預測中國重組膠原蛋白市場到2027年將會突破1000億元，由2022年得33.4億，去到2025年估計已經到300億咁上下。增長速度其實好誇張，但重點嚟啦，呢個行業依家出現咗結構性轉變，醫美注射呢個細分市場先至係真正嘅高增長引擎。2024年規模已經達到67億，增速遠超護膚品類。巨子生物今年先至推出第一款鞋3類產品，相比同業錦波生物已經深耕呢個賽道好幾年，某程度上係後發追趕。另外，我留意到一個好有趣嘅現象，就係傳統美妝企業好似珀萊雅、華熙生物都紛紛跨界殺入呢個市場，即係話行業入場門檻其實冇想象中咁高。呢個對巨子嘅品牌護城河係一個潛在威脅。所以講到行業前景，我會話係機會與挑戰並存。市場餅越嚟越大，但分餅嘅人亦越嚟越多。Bonnie 提到行業競爭加劇，呢一點好值得留意。我想追問一下產品競爭力方面，巨子生物旗下可復美同可麗金呢兩大品牌，同錦波生物或者膚爾佳相比，喺產品力上究竟有咩獨特優勢，定係其實都係大同小異，主要靠營銷去搶市場份額呢？講到產品力，巨子生物確實有真材料，唔係淨係靠營銷。可復美嘅重組膠原蛋白敷料喺醫用敷料類穩坐第一位，今年618大促仲攞埋天貓同醫用敷料熱賣榜雙料冠軍。至於膠原棒呢個爆款產品，更加係 GMV 佔可復美品牌收入3%，呢個數字反映產品力真係好強，但同時亦係雙刃劍，太依賴單一爆款，一旦競品追上或者消費者審美疲勞，風險就好大。同錦波比較，巨子今年先推出753膠原針，呢個產品用咗753個氨基酸序列，係國內已上市重組膠原注射產品最長序列，理論上同人體膠原一致性最高，呢點算係後發制人嘅技術亮點。但錦波毛利率90以上，巨子護膚敷料先得79.5，證明錦波產品議價能力更強。另外，我留意到一個隱憂，巨子研發費用率淨係得1.6%，遠低於行業3至5個百分比水平。長遠嚟講，創新可持續性存疑，呢點投資者要留意。多謝 Bonnie 講到研發投入偏低呢個隱憂。而家轉去財務角度，我想請 Felix 分析下巨子生物嘅盈利能力。我留意到公司淨利率由2024年嘅37.2%一路跌到今年上半年嘅32.2%，加埋淨利潤增速跌到負20.5%。咁樣嘅盈利下滑速度，究竟係短暫調整，定係反映緊更深層次嘅結構性問題呢？呢個問題問得好尖銳。我睇淨利率下滑呢件事，答案係短期陣痛同結構性壓力兩者都有，
但結構性成分佔多啲。等我解釋嚇，銷售費用率由去年37.3%飆升到今年上半年嘅43.4%，呢個係歷史新高。換句話講，即係公司每賺100蚊就要使43蚊去做推廣同銷售，呢個比例真係好驚人。同時營收仲要倒跌6.3%，即係話收入縮水，但銷售投入不跌反升。呢種剪刀差先至係利潤率被壓縮嘅真正元兇。用財務術語講，呢個叫做經營槓桿反向作用，即係固定成本喺收入下降時反而拖累盈利能力。我仲留意到一個更加難頂嘅信號，經調整淨利潤都係跌21.5%，即係話唔係一次性費用造成，而係實實在在嘅經營壓力。加上研發費用率淨係得1.6%，長遠創新動力不足。我個人睇法係呢個唔係短暫調整，而係公司由高速擴張轉向質量經營嘅陣痛期，起碼要睇多2-3季先知道底部喺邊度。多謝 Felix 解釋經營槓桿反向作用呢個概念講得好清楚。我想追問下現金流方面，公司現金及等價物由年頭63億跌到而家48.5億，跌幅超過2成，但流動比率仍然有9.6倍咁高。咁樣嘅現金消耗速度，會唔會影響到公司未來喺醫美業務同渠道建設嘅投入能力呢？呢個問題核心在於現金流出嘅結構，而唔係單純睇現金水平跌幾多。48.5億現金，即使乜都唔做，都夠支撐2到3年營運開支。呢個安全墊仍然好厚，但要留意現金消耗嘅源頭，主要嚟自2方面。第一係高分紅政策，今年派末期股息加特別股息，合共每股1.21元，分紅比例63個百分比，即係話賺嘅錢有60幾，直接派晒俾股東，包括控股股東范代替家族。第二個原因係經營現金流淨額都跌緊，去年已經跌4.6個百分比至21.5億，創上市以嚟新低，反映主營業務造血能力都喺減弱。我覺得呢度有個矛盾位，一方面公司話要重回增長，加大醫美同渠道投入，另一方面又維持高比例分紅，兩者其實有啲角力。資產負債表就非常保守，資產負債率淨係得0.96%。零銀行借貸，即係話公司完全冇財務槓桿風險。如果真係需要資金做醫美擴張，融資能力絕對足夠。問題反而在於管理層會唔會犧牲短期分紅去換取長期投入。呢個先係投資者應該追蹤嘅重點。多謝 Felix 咁詳盡嘅現金流分析。喺呢度要提醒觀眾朋友，記得 subscribe 我哋頻道 AI 財演，仲要開埋小鈴鐺，同埋留意 Patreon 限時免費頻道，咁先至唔會錯過最新嘅投資分析。而家想翻去請教 Bonnie 客戶同渠道方面嘅觀察，我留意到巨子生物直銷渠道佔6%，其中電商平台直銷更加倒跌14.5%，而經銷商渠道就跌13.2%。咁樣嘅客戶結構轉變係咪反映緊公司客戶基礎有啲不穩定，定係只係主動調整策略嘅短期陣痛呢？呢個渠道結構轉變，我會形容為主動瘦身加被動陣痛並存。先講主動嗰部分，公司刻意減少達貨端收入，因為達貨雖然來錢快，但品牌控制力弱，毛利亦被壓縮，所以電商平台直銷先會跌14.5%。呢個係策略性選擇，唔算客戶流失，但被動陣台就要留意。經銷商渠道跌13.2%，主要因為線下消費環境偏弱，呢個反映實體零售仍未完全復甦。不過我留意到一個好正嘅信號，可復美膚料類產品今年逆市增長48.9%，原因係公司拓寬咗銷售渠道，增長最快嗰2條線分別係線下連鎖藥房同線上京東平台。呢個證明客戶黏性其實未散，只係流量入口轉移咗。至於去年雙11 GMV 曾經倒跌3成，主要係成分虛標，輿情打擊消費者信心，而唔係產品力問題。所以我嘅結論係客戶基礎未算不穩定，而係渠道重新洗牌。關鍵要睇下半年連鎖藥房同京東呢2條新增長線能唔能夠填補達貨縮減嘅缺口。多謝 Bonnie 提到渠道洗牌呢個觀察。而家想請教 Felix 估值角度，我留意到華泰研究俾巨子生物目標價45蚊，隱含2026年市盈率21倍，但目前股價只係29.3蚊 ，TTM 市盈率得13.5倍。咁樣嘅估值差距係咪代表市場對公司前景過分悲觀，定係反映緊實質風險未被完全消化呢？呢個差距我會用2個角度拆解。先講估值邏輯本身，13.5倍同21倍之間嘅落差，一部分反映市場用悲觀情景定價。即係假設2026年淨利潤零增長，甚至再跌，先會將估值壓得咁低。華泰嘅45蚊目標價
前提係淨利潤要重返增長軌道，去到19.33億元人民幣。如果醫美業務下半年月銷售冇達到1億元咁嘅規模，呢個假設就會落空。我用 PEG 呢個指標嚟睇會更清晰。PEG 係將市盈率除以盈利增速，數值越低，代表相對增長嚟講越平宜。巨子生物而家 PEG 大概係1.42，同行業平均1.5到2比較，其實唔算貴。某程度上支持低估嘅講法，但我要提醒觀眾，呢個 PEG 計算係用未來預期增長嚟做分母。如果實際增速再下收， PEG 就會跟住惡化。加上流動比率9.6倍咁高，反映公司現金充裕，但資金運用效率其實一般。市淨率2.61倍已經反映咗品牌溢價，所以我嘅判斷係市場悲觀程度合理，風險未完全消化，估值要等下半年數據先可以驗證。總結今日討論，巨子生物利好因素方面，第一係行業前景廣闊，重組膠原蛋白市場，2027年有望突破1000億元。第二係雙品牌可復美同可麗金市佔率領先，可復美敷料逆市增長48.9%。第三係財務結構穩健，零負債現金充裕，支撐醫美擴張。第四係估值合理偏低 ，PEG 1.42，華泰目標價45蚊，隱含上升空間。不利因素方面，第一係營收同淨利潤持續下滑，上半年跌幅擴大；第二係單一爆款膠原棒依賴度過高，抗風險能力弱；第三係研發費用率僅1.6%，遠低於行業水平，長遠創新存疑；第四係銷售費用率飆升至43.4%，經營槓桿反向侵蝕利潤。整體嚟講，巨子生物處於轉型陣痛期，短期波動風險較高，但長期品牌資產同醫美新賽道具備重估潛力，適合能承受波動嘅中長線投資者分批佈局。建議密切留意下半年業績同醫美銷售數據作為驗證指標。多謝大家收睇今集 AI 財演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如果大家覺得我哋嘅分析提供到一啲新觀點俾你哋，懇請大家幫手都 subscribe 我哋頻道同埋開啟小鈴鐺。你哋付出呢2個 click 先支持到我哋，繼續為大家提供新嘅資訊。大家如果有其他股票想我哋幫手分析，都可以在影片下留言，我哋會按需求作出安排。再次多謝大家收睇 AI 財演，下次見，拜拜。